各位老友，快活哥問你一條搞笑但係好現實嘅問題：如果你隔離屋個富豪成日揸靚車、住大屋、請人食飯，但係突然有一日佢同銀行講唔好意思，我張信用卡又爆額，可唔可以再加額？你會唔會心諗大佬，你係咪真係咁有錢？今日就係講美國，唔係話美國今日已經正式債務違約，唔好誤會，真正大鑊係市場開始越嚟越多人問一句：美國呢個全球最大借仔，仲可以借幾耐？借嘅成本又會貴到咩地步？最新數字先嚟，根據美國財政部 Fiscal Data， 去到2026年8月20日，美國總公共債務已經去到大約40.03萬億美元，40萬億，唔係40億，唔係4000億，係40萬億。用香港人講法，即個銀包已經唔係穿窿，係成個底甩咗。當中公眾持有債務約32.28萬億美元，政府內部持有約7.75萬億。公眾持有呢部分最緊要，因為呢啲係市場、基金、央行、退休金、外國投資者真金白銀揸住嘅美債。市場一旦話我要高啲息先肯借，美國財政部就要俾貴啲。再睇收入支出，美國財政部最新月度資料去到2026年7月底，2026財年年初至今，收入大約4.49萬億美元，支出大約6.28萬億美元，赤字大約1.8萬億美元。簡單講啦，美國政府10個月已經使多過收18000億。更辣嘅係利息，同期公債利息支出大約1.17萬億美元。你冇聽錯，單係俾利息10個月已經過1萬億美元。呢個數字如果當一個部門睇，已經大到嚇人。好似一個家庭未還本金，淨係每個月供息已經供到你阿媽都話不如唔好再碌卡啦。咁點解大家有講違約？嚴格講，違約係到期唔還錢或者唔俾息。美國有美元印鈔權，有龐大嘅稅收，有全球最大債券市場，所以唔係一般公司咁簡單話爆就爆。但係市場擔心嘅係另一種慢性違約，唔係唔還，而係用通脹、貶值、政治拖延同越借越多，慢慢令你手上將美債購買力縮水。呢個就似茶餐廳 V 租，你日日去食早餐，阿姐順利俾你月底先找數，第一個月欠500，第二個月欠1000，第三個月欠3000，你話放心，我一定還，阿姐可能都信。但去到欠10萬，阿姐就唔係問你有冇禮貌，係問你有冇能力。市場而家就係嗰個阿姐，美國一開口借錢，市場仍然會借，因為美債仍然係全球最深、最流通嘅資產。但係市場會話借可以，息要高啲。FRED 最新數字顯示，2026年8月20日，美國30年期國債孳息大約5.23厘，10年期大約4.69厘，長息高，代表長期借錢成本高，對樓按、企業融資、股市估值都有壓力。網上熱門反應大概分幾派，第一派係恐慌派，話美國債務40萬億，遲早爆，美元玩完；第二派係冷笑派，話美國次次都話爆，最後都係加債上限，繼續印，繼續借；第三派係投資派，最關心唔係道德問題，而係30年息會唔會再升，美元會唔會強，金價、比特幣、港股、美股點走。第四派係香港街坊派，我唔買美債，關我咩事？快活哥就話第四派最危險，你以為唔關你事，其實美債就好似大廈地基，你住7樓8樓未必日日望住地基，但地基震一震，全棟樓都會感覺到。香港聯繫匯率掛住美元，美息高，港息通常都難低得太舒服。你供樓、做生意、買收息股、買債券基金，甚至銀行定期，都同美國借錢成本有關。對香港人第一個影響，按揭同借貸唔會咁快舒服。如果美國長息維持高位，銀行資金成本有壓力，香港業主等減息等到頸都長，未必即刻有大茶飯。第二個影響，股市估值受壓，利息高，投資者會問：既然美債都有5厘上下，點解我要高價買增長股？第三個影響，美元同港元定期仍然有吸引力，但唔好以為高息永遠係禮物，高息背後係風險補償。第四個影響，黃金同另類資產會繼續有人追，因為有人擔心美元購買力被慢慢攤薄。第五個影響，退休人士要小心債券基金，唔係所有債券都穩陣，長債息一升，舊債價格會跌。你以為買債保守，結果戶口都可以坐過山車。講返美國政府點解會搞到咁？第一，人口老化，醫療同社保開支大；第二，國防同利息支出難減；第三，減稅容易，加稅難；第四，兩黨政治每次債務上限都拗餐死，市場睇到悶，但信用會被磨蝕；第五，美元霸權令美國太容易借錢，容易借就容易上癮。快活哥5大獨到見解嚟啦。第一，美國真正危機唔係聽日違約，係
每次都避過，但係每次都更貴。好似你張卡次次都成功加額，但係息口越嚟越高，你個信用分其實已經跌緊。第二，美債唔係垃圾債，但已經唔可以當神台牌位咁拜。以前大家覺得美債等於無風險，今日要加一句，冇違約風險唔等於冇價格風險，冇價格風險唔等於冇購買力風險。第三，美元最大敵人唔係中國，唔係黃金，唔係比特幣，而係美國自己嘅財政紀律。如果收入永遠追唔上支出，信用唔會一夜崩塌，但會一層一層甩漆。第四，對香港普通人嚟講，唔好賭美國爆煲呢種大劇情，最實際係睇自己現金流、按揭壓力、定期比例、股票倉位、債券年期，世界大事最後落到你身上，永遠係每個月供幾多、袋幾多、瞓唔瞓得着。第五，今次美債問題提醒我哋一件事，最強嘅人都怕利息，你有樓怕供款，你有公司怕融資。美國有軍隊、有科技、有美元霸權，一樣怕利息。利息就似血壓，平時冇事，一高起上嚟，全身器官都受壓。咁會唔會世界末日？快活哥唔會咁講。美國仍然有強大經濟、科技、資本市場同美元地位。但由今日開始，你唔可以再用舊眼光話美債一定冇事。更加準確講法係，短期違約機會唔係最高，長期財政壓力就越嚟越實在。最後用一個最簡單嘅比喻總結。美國就似一間全世界最大嘅茶餐廳，生意好，招牌大，客人多，大家都願意俾佢簽單。但如果老闆年年擴鋪，年年借錢，年年話下年先慳，伙計同供應商總有一日會話老細唔係唔信你，但今次要先收多啲按金。你又點睇？你覺得美國債務40萬億係真危機，定係又一場市場自己嚇自己？你會揸美元定期、美債、黃金，定係乜都唔喐？留言講低你嘅睇法。覺得今集有用，記得 like、share 俾屋企人同埋老友 ，comment 同埋訂閱九龍快活歌。呢度唔係投資建議，係快活歌同你用人話拆世界大數。下集再同你快狠準拆局。